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斯坦教育与团结协会主席乌古子汗表示，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最大、最系统性的攻击是集中营，他们称其为专业培训中心。他说，这根本就是胡扯，因为集中营被拘留者甚至还有教授。乌古子汗在接受独立报土耳其文采访时，质疑关于武汉病毒已经在中国失去影响力的说法，并说中国甚至不像对待人类那样对待自己的汉族公民，因此我们更加害怕。该病毒还吞吃了维吾尔人的日程。当整个世界都陷入病毒流行之中时，没人会听到维吾尔人的话。乌古子汗强调说，在集中营或在维吾尔人聚集的地区，中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他说，中国以前容忍毒品贩子传播了艾滋病毒。他表示，我们希望土耳其认真对待东突厥斯坦和维吾尔人问题，官方和非政府组织应该对维吾尔人遭到的人权侵犯做出回应。大社国际对中国政府宣布驱逐美国3大主要报纸驻华记者作出反应。大社国际发布声明指出，这些报刊正打算对武汉肺炎进行深入调查。这些记者被驱逐出中国后，外界了解中国疫情信息将遇到更多阻碍。大社国际中国部负责人约书亚·罗森茨维格说，这起针对言论自由的攻击瞄准的对象是记者，而这些记者揭露中国侵犯人权的内幕，范围从东突厥斯坦到香港。这些报刊正打算对武汉肺炎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大社国际发声明说，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同时还剥夺这些美国记者在香港和欧盟工作的权利，而这样的决定本应由港欧自治政府做出。所以此举也是香港和欧盟所谓一国两制的自治和自由正在逐渐受侵蚀的又一例证。大社国际表示，中国当局剥夺这些美国记者在香港、欧盟工作的权利，有违香港基本法规定的自治权，因此香港政府必须立即对此作出澄清。朝中社星期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希望改善两国关系，建议两国进行防疫合作。报道引述金正恩胞妹金宇正的谈话内容，表示特朗普在信中说明了促进美朝关系的合作，并表示愿意与朝鲜对抗疫情工作上合作。金宇正指信件是范例，展示特金两人特殊和牢固的个人关系。又指特朗普在两国关系面对巨大困难和挑战时发此信，判断和做法均合适。朝鲜迄今尚未宣布任何武汉肺炎病例，但据报道，该国数千人正在接受医疗监视。全球武汉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5万例，全球死亡病例达15000例。意大利在过去一日再次新增5560人确诊，651人死亡，累计确诊人数59138例，共5476人死亡。意大利总理孔特通过社交媒体直播宣布，为了尽快遏制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停止所有非必要生产活动，在非必要情况下应实行远程办公。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彭斯夫妇21日进行武汉肺炎病毒检测，两人检测结果均呈现阴性反应。美国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累计32801例，累计死亡3911例。据报道，在伊朗的武汉病毒流行措施范围内，已经对2300万人进行了健康筛查，卫生小组已经与3600万人取得了联系。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曾接触一名感染武汉病毒的医生，默克尔周日决定立即居家隔离并接受检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利比亚政府与利比亚民国军就临时停火做出积极回应，并希望此举可以让该国获得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以避免武汉病毒的潜在威胁。与此同时，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办公室巴勒斯坦协调员麦格德里克警告说，以色列的封锁可能对加沙地带武汉病毒爆发造成可怕的结果。